你能不能每次不要突然间冒出来？你有没有电话？我想预约不了啊。又胡说什么呢？电话是个什么东西啊？电话是我们家乡那边一个通信用的工具了。哎，别管这个了，我有事儿请你帮忙，帮不帮？啊？不帮。为什么？我三哥说了，如果是为了父皇寿宴的事情找我帮忙，叫我不要帮。凭什么呀？这个死冰块脸！我说我的大小姐，你是真笨还是装的呀？他的意思是，你要想让人帮忙，找他喽。我不要。那我也没办法。小四，不帮。小四，行了，你说什麼也沒用。雖然說我跟你是朋友，但我那三哥，我可得罪不起。是你說的，大夏天都能凍死人的。小四，這樣吧，你還是乖乖去找他吧。你，臭小四，破小四，討厭死你了！快點啊，快點！你找我幹嘛？哎，王爺這不是來給咱們送衣服嗎？這裡面就是大哥戰死的時候穿的衣服，上面的刺繡還是母後親手繡的。那，謝了。慢着，本王還沒說要給你。求呀！你怎麼？哎，你幹嘛呀？求求能怎麼樣啊？哎，《爸爸去哪兒》沒看過啊？拜託拜託，不會啊？沒學會。好，你有骨氣，那你最好自己想辦法。哎，王爺王爺，我替他求行不行？拜託拜託。我會自己想辦法的，不用你管。你的辦法就是去求獨孤園，去求四弟，甚至去求邱公公。你可以去求他們，為何就不能求本王幫忙？算了，算我白費心機。哎，王爺王爺。青柔這個不知好歹的死丫頭！王爺，您回來了，東西給尹姑娘送過去了。沒見着人，那可太可惜了。大王爺那身衣服早就不能看了，這身衣服還是您找繡娘不分晝夜做出來的，這都沒聽尹姑娘說聲謝謝。住口！莫非尹姑娘不要？你說她為何那麼討厭本王？啊？本王不但沒有計較她砸傷了我，就連她進了宮，本王都暗中安排人手照應她。可她，分明就是恩將仇報。我還以為王爺一向喜怒不驚，難得因為一個小丫頭發這麼大的火。連你也膽敢取笑本王？不是，我是替王爺高興。這些年看你對前世念念不忘，冷臉對人，我覺得這不是王爺的本性。現如今就算尹姑娘讓王爺動怒，我也覺得是好事，至少讓王爺出了冷面，還有另外一面。胡說些什麼？大頭，你可來了，再不來就來不及了。要準備的東西太多了，我也是緊趕慢趕的。哎，真是難為你了。沒事，要能進真正的皇宮看看，那也值了。哎，這些都是皇上的壽禮，我們先進去了啊。哎，走走。哎，晴柔來了來了。大頭，東西都準備好了嗎？都準備好了，在箱子裡呢。那桌子呢？在後面呢。好嘞，走。走走。
尹晴柔，祝你生日快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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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参见皇上，民女祝皇上生日快樂，萬壽無疆。尹晴柔，我让你操办寿宴，你这是干什么？邱公公，你帮我拿着。好。回禀皇上皇后，这个呢是我家乡的习俗，这个叫生日蛋糕。只要有人过生日啊，这个人的家人还有朋友就会送这個給他。上面的蠟燭呢，代表對這個人的祝福，然後壽星可以對着蠟燭許願。如果許願過後能一口氣吹滅這些蠟燭的話，那他的願望就一定能實現了。這算什麼風俗啊？從來沒聽說過。我倒覺得十分有趣。父皇，你不妨試一試。皇上，不如就先依了他。你總說年年壽辰都一樣，今年，也總算有些新花樣。是啊，父皇。那就姑且試試。皇上，要這樣，閉上眼睛許願。好。祝你生日快樂，祝你生日快樂！大家跟我一起唱啊！祝你生日快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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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祝你生日快樂！皇上，你可以吹蠟燭了。好，父皇尽量把蠟燭都吹滅了，願望一定能夠實現。父皇，你許了什麼願啊？這個……噓，不能說，你也不能問，因為說出來就不靈了。好，不說也罷，終究是無法實現了。尹晴柔，皇后命你操辦壽宴，你如果辦不到，就應該趁早說出來。